今日的立委点钟6专题，儿童大家小解，亲民党部分其立委钟晓峰初中的时节是睇屏东联络，喺第34年，对屏东嘅好山好水同客家中嘅人情味有过深嘅印象。去年钟晓峰为初到抢救南港202兵工厂尸体，亲身出来写文章、讲话和公开跪下来求马英九总统，大家印象也过深刻。虽然已经70岁嘅钟晓峰还系勇敢转弯跑脱，对文坛转去政坛，成为立法院这事情太嘅新鲜人，而为环境来发声。为老百姓想一想吧，土地是大家的。作家钟晓峰去年公开老总统跪下来，就是为到抢命保留南港202兵工厂尸体。伫文坛创作50年，佢接送写出对大自然的爱护同珍惜。走进大自然的时候，你会被那个美所震惊啊！你觉得说，这一切是这样的美好。教书教会规班成人，佢从来就忙着上过为行业政坛。差啲70岁嘅时节，决定接受亲民党提名部分区立委，行落立法院为环境发声。为了这一个承诺呢，你要做下很多的事情，所以爱台湾不是随便讲的哈，你真的要付上你的智慧、你的精力、你的时间，你的心血来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情人。我要下跪了哦，真的。我们全村哦，淹水。对作家教书变做立法委员，钟晓峰自家讲起全无经验的老拍土的，3联合国民党、民进党立委保护屏东5九水尸体，强下提案尸体保育法草案，带起跨党派合作的风潮，对国会形成一层反驳力量。你不要去贪图什么，你就是让它就是一块湿地，那已经一切都完成了。第一。就是让这里不要死人嘛，这样子啊。那第二就是说让环境更好的，环境好是为了将来。土注中3年生经验，钟晓峰做军人的阿爸开到屏东联络，一下记起到好山好水的屏东，看到江县的5九水，佢想起屏东联络的小伙伴，同啲客家中的美好回忆。他们的水特别清，他们稻子特别绿，他们的甘蔗田保护的特别的好，对于产业的爱护，或者是对于那个农田的爱护，对山水的爱护，我都觉得对我成长期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力量。都是有认真的乡亲，喺佢对联络留下来深层的印象。故所佢咩当关心客家文化的保存。你再不把这些记录下来，可能老一辈死掉了，你就没有这个资源来记录这些。所以能够编一个好的百科全书，真的不单是对台湾的客家人有用，就对全世界的客家人都是有用的。反水库护河川。护河川。落去立法院过后，钟晓峰当初建传统尸体同生态保护，希望透过尸体保育法、会用法的立法，将对大自然的感通变作实际的力量，为留本下一代行较好的环境。那我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很高兴的投身在其中。客家新闻林金优、陈凤碧特别报道。